第45課，健康是個康，找不到病因都往裡裝。每個人都想預防大病，更想知道大病怎麼預防。大家有沒有想過，大病的早期，不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健康嗎？也就意味着預防大病，從重視健康開始就可以了。可是現實生活中，你問老百姓健康是什麼病，大家竟然會統一的認為健康等於沒病，因為在醫院裡，醫生往往會把病人身體難受，但又查不出任何疾病的症狀，統稱為健康。所以就像我們標題所講的健康是個康，找不到病因都往裡裝。我是怎麼悟到健康的可怕性，甚至我提倡所有的人不要再提健康這個詞了。我記得在6年前，我遇到了一個手診、面診很厲害的老師，他是學中醫的，他能通過人的面相、舌苔、掌紋、膚色告訴你現在有什麼病，未來會發生什麼病。有一天，我跟這個老師在一起喝茶聊天兒，旁邊有一群人都是半信半疑，在聽我們講話。我能從他們的質疑聲中聽得出來，他們把這個老師當成一個講迷信的老師，因為他們認為從手上看病就跟算命一樣。他們覺得醫院裡有幾十萬、幾百萬的儀器，能把人身體五臟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從手上看病，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又好奇，也關心自己的身體，所以每個人把自己的手伸出來，想讓這個老師看一看。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男的，他的臉色特別難看，眼袋發黑，說最近這半年身體明顯變得很差，看看到底是什麼問題。結果這個老師看完以後告訴他，從手掌的紋路區域看是肝區有問題，讓他注意肝臟。我以為這個事情就這麼過去了，結果沒想到3天以後，這個男的又回來了，當着我們大家的面，罵這個手診、面診的老師是騙子。他說幾天前告訴他肝不好，他立馬就去醫院體檢，因為他們家有個親戚在醫院，體檢很方便。今天他拿着體檢報告說肝臟的指標都正常。他說那天老師一句話差點把他嚇死，以為是肝臟有問題。今天他過來，就是想讓老師解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咦？當時我很好奇，拿起他的指標，確實發現所有的指標都在正常範圍內。這個看似正常的體檢報告，其實很不正常，讓我突然明白了健康這個詞該如何解讀。也因為發現了這個秘密，讓我在2012年參加全國營養講師比賽時，講了這個現實的例子，拿到了全國金牌講師。我也很感謝那次的經歷，如果不會看體檢指標，也就沒有辦法預防大病。當時這個病人追問手診老師的時候，把老師也弄得很尷尬，只是牽強的解釋說，中醫和西醫對疾病的定義不一樣，中醫在症狀的時候就開始重視，所以能治未病，也就是能治未來會發生的病，也就是預防。西醫是治已病，也就是已經被確診的疾病。這個人聽得似懂非懂，也不願意聽老師再解釋，就很激動的說，你不要跟我說已病、未病，你不是說我肝臟有問題嗎？可是我花了錢去醫院體檢，指標卻是正常的，這個你怎麼解釋？我當時拿着指標，這個顧客很生氣的說，你看，這上面都沒有朝上或朝下的箭頭，很多人體檢完，指標如果不正常，或高或低都會有朝上或朝下的箭頭，而我的指標後面寫的全是正常。當我仔細看完他的體檢報告，我發現這個人的身體很糟糕，因為他們只看箭頭和文字，沒有留意數字。這個人2/3的指標竟然都在臨界值。我發現這個現象後很興奮，就給他舉了個例子。他恍然大悟，
連忙給搜診的老師道歉。我當時問這個人，今天如果你的孩子考試，從1分到60分，再到100分，60分是及格，結果你的孩子考了個61分，老師的評價是及格。我問你，你開心不開心？他說不開心。我故意問他為什麼，他說61分雖然在及格線以內，可是離不及格就差2分，能開心的起來嗎？其實問到這裏我已經很確定，這個人不會看體檢指標。當回答完這個問題，我就很不客氣的告訴他，你的身體很危險，你連體檢指標都不會看。他很詫異的問我，你幫我解釋一下。我說很簡單，大部分人看體檢指標，只看箭頭和文字，就和孩子考試你只會看打對勾和老師們對孩子的批示及格與否，可是你沒有看他具體的分數。你會發現體檢指標和學習成績一模一樣，都是有一個範圍，也就是從0分到59分是不及格，從60分到100分是及格。為什麼說你的身體比較差？有2個原因。第一，你的指標看似正常，但是有2/3都在臨界值，相當於10門課程有6門課程考的都是60分或者61分。第二，第一次讓老師看搜診的時候，你已經告訴老師說這半年身體很多地方都不舒服，也就意味着你的身體也給了疾病的信號。你的身體難受不舒服，是你告訴老師的，不是我們胡說八道的。我繼續問他，那你在醫院裏如果查出來，都到什麼期？他說到晚期。我問，今天醫院裏沒查出來，但是你的身體又難受，這是疾病的早期還是晚期？他眼睛一亮說早期，所以我說你應該感謝這個老師，更應該相信你的身體。任何疾病的早期，身體都會有信號，就像一棵樹有10000片葉子，任何一片葉子發生問題，都代表着樹根有疾病的信號。可是你跑去研究了半天的臨床數據，說我是騙子，葉子雖然發黃，但是指標都正常。等你真正發現樹根已經有問題的時候，可能你連救這棵樹的機會都沒有了。比如從眼睛的虹膜就可以看出全身的病，從我們的手掌看到全身的病，從我們的耳朵看到全身的病，我們的每一滴血，還有通過唾液做的基因檢測，它就像每一片葉子都能反映整棵樹的情況一樣，也就是它能反映人的五臟六腑整體的問題。當這個人聽我講的這裏，突然明白了。然後很客氣的告訴我們說，他去醫院做體檢時，把身體難受的症狀全部都告訴醫生，因為他自己平時愛喝酒、愛熬夜，身體已經出現不舒服了。再加上那天搜診老師一說他的肝臟有問題，他就更害怕了。所以到了醫院，他很認真的告訴醫生說自己嘴巴苦、眼睛乾澀，晚上做噩夢。老是夜起，皮膚癢，老婆還說他口臭，脾氣比以前暴躁，打呼嚕，記憶力下降，腰酸背痛。他說了一大堆身體難受的症狀給醫生，可是等他去拿體檢報告時，卻發現指標正常。他就問這個醫生，指標雖然正常，但是他的身體卻很難受，你能給我開點藥嗎？結果這個醫生說沒有辦法給你開藥，因為指標都在正常範圍內，這都是現代人的生活壓力大、飲食不規律導致的亞健康狀態。我當時反問這個人，那天讓老師看搜診面診的人有好幾個，老師給每個人都說了不同的疾病和問題，其他的幾個人並沒有因為老師說要預防某個疾病而着急的去醫院做體檢。我問你為什麼會去醫院做體檢？他說因為最近發現身體有很多的問題，並且很難受。然後我就告訴他，這就是中醫望聞問切的道理，學會跟自己的身體對話，他不會騙你。我當時問這個人，醫生說的亞健康是什麼病？
他說不算什麼病。我又問他，如果今天你沒有聽我們講這些，然後拿着這個指標正常的體檢報告，飲食生活會改變嗎？他說肯定不會。如果不是我們用孩子考試成績的例子，讓他明白了這個道理，他會誤以為身體很健康。喝酒、熬夜更會變本加厲。我相信這也是大多數老百姓對體檢指標的解讀方式，更是對亞健康的理解。我突然意識到老百姓把亞健康和沒病劃成了等號。醫院對亞健康沒有具體的定義和數據，更沒有解決方案。今天我幫大家給亞健康一個正確的定義。什麼叫亞健康？就是你的身體考試剛及格，在臨界值上，也就是可能考了個60分或者65分，最好找緊時間給自己的身體好好補習，不然的話，彌留給可能就差一頓酒，一個過年胡吃海喝，或者是幾次應酬，指標到了不及格的範圍。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半年前單位的體檢指標很正常，結果過了幾個月，沒想到突然腦梗就走了，或者是突然猝死，甚至半年後查出來癌症晚期。這就是人們不會看體檢指標，還有對亞健康這3個字的無知和忽視。所以我提倡大家忘掉這個詞，不然你會以為亞健康就是沒關係、沒事、沒風險、沒病，這是一個麻痹大家的詞。那一次的聊天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當那個挑臭毛病的病人走了以後，這個首診的老師很感謝我替他解了這個圍，而且說我解釋的很清楚。他告訴我經常會遇到像這個人一樣，拿着體檢報告來質問他的人，他們唯一的原則就是佛道有緣人，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相信我，我就給你條；不相信那就下一個。當我跟這個老師聊到最後，我給他個建議：看手診面診，不要說病，因為說到病，病人就會相信醫院，因為醫院是看病的、查病的，以病為基礎做體檢的，所以用疾病下危機，只會帶來別人更多的質疑。而症狀是他當下就有的感覺，是大病早期的感覺，是他自己說出來的感覺。他只要說出來有，那就不可能賴賬，所以很容易下危機。很多人錯誤的理解下危機就是嚇唬別人，讓他有危機感。你這麼做只會讓別人更反感你，或者用專業來挑戰你，證明你是錯的。所以後期我還會有一堂課，講的就是下危機和下危機的區別。一個是上下的下，會讓你成為顧客的健康顧問；一個是下苦的下，會成為讓人討厭的烏鴉嘴。還有更厲害的，就是大家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反向下危機，這更會讓顧客有信心持續調理，並介紹身邊所有的人來調理身體。我們的使命，改變人們錯誤的健康觀念，調理人們亞健康的體質，讓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懂健康的人，為實現全民健康貢獻力量。